我生日的时阵，拄好着 COVID， 规定爱伫房间内底隔离。也是讲我大学室友嘛是帮我准备鸡卵糕替我庆祝。生日快乐歌唱煞了后，我要准备分垃圾的时阵，伊大直着惊大声喊唔通分，因为迄块鸡卵糕是要准备大家各家食的。一个上重要的就是斗阵大的人，带做伙的人若着啥物代志拢嘛真欢喜。说出的所在当然嘛是一个家，亲像室友甲我斗相共照顾我的猫仔，也是讲阮嘛会互相关心，问讲你今仔日有要倒来做伙食暗顿无？这种生活代对我来讲就是上重要的小事。因为我之前有去韩国做学生，我的韩语讲了比台语较好，韩语的真接甲台语的真接的发音上像。我会记得头一摆我去林森北水门北实境的时阵，有一句台词是“伊真正毋是歹人”，但是我一定讲做“伊真正毋是歹人”。导演就发现，为虾米我的台语讲了亲像韩语同款。我拄仔看完邮箱注写的册《花开时节》，这本册内底有足侪教性的对话是用台湾字落去写的。看煞了后，我感觉台语亲像册内底的少女同款，穿着游踪绑双门尾，是一个清气、幼秀、温顺的查某囡仔。